你有冇幫你貓貓狗狗補充魚油呢？嗱，好多主人都知道 Omega 3係對毛孩子好嘅，所以每日堅持咁樣餵，覺得自己係做啱咗喎。但係我要話俾你一件事聽，市面上面大部分嘅魚油產品呢，你買咗你餵咗呢，可能對你嘅寵物嚟講，幾乎係等於冇食到㗎。嗱，唔係話你買錯品牌啊，亦都唔係話你買嘅價格唔夠高喎。問題出在於你買嘅時候有冇睇佢後邊嘅標籤呢？嗱，呢一集我會教你用5個方法幫你建立一套標準，等你第日買魚油嘅時候一目了然。知唔知道 Omega 3係乜嘢嚟呢？Omega 3主要有3個成員 ALA、EPA 同埋 DHA。對於貓狗嚟講嘅話，最有用嘅就係 EPA 同埋 DHA 啦。佢哋係可以直接俾身體吸收同埋利用嘅喎，支持抗炎啦、關節健康啦、皮膚啦同埋心臟嘅功能。呢兩樣嘢先至係我哋想要嘅。咁 ALA 咧，ALA 咧係植物嘅 Omega 3，亞麻籽啊、奇亞籽啊，裏邊含有豐富嘅一個 ALA。喂，聽落去就好天然咁喎，係咪？問題在於 ALA 進入咗身體之後，佢係需要經過一系列嘅轉化，先至可以變成 DHA 同埋 EPA 嘅。狗狗嘅轉化率咧已經好低啦，貓貓更甚添，因為佢係肉食性嘅動物嚟㗎嘛。體內負責轉化嘅呢一個酶咧，個活性係好低嘅，所以轉化率咧基本上係0。所以如果你買植物嘅 Omega 3俾你嘅貓貓嘅話，坦白啲嚟講係等於冇意義嘅。有啲產品嘅包裝上面咧大大隻字寫住高 Omega 3。500毫克，哇！睇落好似好豐富喎。我一樽魚油裏邊有500毫克嘅 Omega 3，但係你翻轉去後邊嘅營養成分表裏邊嘅 DHA 同埋 EPA 咧，各自毫克數可能加埋只有幾十毫克㗎咋，其餘全部都係 ALA。第一個方法咧就係揾出 EPA 同埋 DHA 各自標註嘅數字，兩個數字一定要有喎，缺一不可。如果揾唔到嘅產品嘅話，第一時間放棄，唔需要再睇落去。除咗揾 DHA 同 EPA 含量要夠高之外，我哋仲要睇下，喂，我哋嘅貓貓狗狗食咗呢個 DHA 同 EPA 落去之後，我哋真係可以吸收到幾多呢？魚油咧主要有3種嘅化學形態，分別就叫做 TG、RTG 同埋 EE。喂，聽落去好似好複雜咁喎。但係其實理解起上嚟咧，並唔係好難㗎咋。第一種 EE 乙酯型，呢一個咧魚油咧係市面上邊見得最多。點解啊？因為成本最低啊嘛。佢係魚油經過化學處理之後嘅產物嚟嘅，吸收率咧喺3個裏邊最低。原因係 EE 喺入到消化系統裏邊需要一個額外嘅步驟嚟去分解嘅喎，先至可以用到嘅。但係脂肪酶對分解 EE 咧係好低嘅，所以好多時候佢同埋便便係直接一齊排出去，身體裏邊其實根本上吸收唔到。第二種 TG 天然甘油3酯型，呢種魚油咧就係佢嘅天然嘅形態嚟嘅，係唔需要額外去處理，吸收率亦都係最高。但係個缺點就係 EPA 同埋 DHA 嘅濃度相對嚟講係較低一啲，因為冇經過提煉啊嘛。第三種叫做 RTG 再酯化甘油3酯型。呢一種魚油咧，佢係首先將佢提煉濃縮，然之後重新組合，好似 TG 咁嘅形態。EPA 同 DHA 咧，佢嘅濃度係比 TG 高喎，吸收率亦都同 TG 差唔多。所以而家好多一啲高質素嘅品牌都會係用呢一種嘅形態。如果呢3種嘅形態嘅話，你要我排一個順序，我就會中意嘅係 TG 啦、RTG 啦，跟住之後最尾係 EE。但係市面上面有好多嘅產品，個包裝上面根本上邊唔會話俾你知佢係咩形態喎。唔話俾你聽嘅話，喺我經驗裏邊，大部分都係 EE 形式㗎。點解呢？如果係 TG 或者係 RTG 嘅話，呢啲咁好嘅產品點會唔話俾你聽呢？所以第二個方法嘅話，我哋係去揾一下你呢個包裝上邊有冇印住到底佢係 TG 啊、EE 啊或者係 RTG。
最理想嘅魚油嘅原材料，我哋通常會揀食物鏈最低嘅小型魚喎，例如好似沙丁魚啊、鳳尾魚啊，或者係飛魚。喂，點解要揀佢哋呢？因為佢哋體型細、壽命短，喺海洋裏邊累積嘅污染物咧係有限嘅，重金屬嘅含量相對嚟講係會較低啲。嗱，同埋呢啲小型魚嘅話，佢哋本身嘅 DHA 同埋 EPA 含量反而係好高添。大型魚就唔同啦，佢哋喺海洋食物鏈裏邊係最高嘅位置，不停咁樣去食細魚仔，身體就會慢慢累積咗重金屬同埋 PCBs， 而且濃度仲會慢慢越嚟越高添。所以大型魚嘅來源嘅魚油污染嘅風險相對嚟講係會較高嘅。嗱，全球有兩大呢個魚油產區，第一個就係秘魯嘅南太平洋海域，係全球最大嘅單一魚油產區。第二個咧就係挪威同埋冰島周邊嘅北大西洋嘅海域，呢兩個地方咧佢出產嘅原材料咧品質係有保證。好多嘅產品咧只會標注住深海魚油呢4個字，但係冇寫明呢一個產地嘅來源。同埋好多商家咧都好中意用生產地、捕撈地呢一種嘅誤導嘅手法去誤導我哋嘅。你見到包裝上邊印住挪威嘅圖案，或者係寫住挪威製造，你好容易諗到嘅係佢係嚟自於挪威㗎，係咪？但係挪威製造嘅話嘅意思只係講明咗佢喺挪威加工生產啫。原材料係可以來源於秘魯啊，或者係其他個海域㗎，再喺挪威樽裝咗，再貼上 label。所以第三個方法，我哋要望清楚我哋將魚油裏邊嗰啲魚到底係咩嘅品種啦，同埋佢嘅捕撈嘅海域到底係邊個區域，兩個信息缺一不可㗎。魚油咧係高度不飽和嘅脂肪酸喎，呢一種物質咧天生佢就係怕光啦、怕熱啦、怕氧氣啦，接觸咗呢3樣嘢嘅話，佢就開始會氧化㗎啦。氧化咗個魚油唔單止失效咁簡單啦，氧化咗之後佢仲會產生一種有害嘅物質。喺呢個時候，如果你餵俾你嘅貓貓狗狗嘅話，反而會更加之害咗佢添。喺魚油行業裏邊有一個指標叫做 TOTOX 值。佢係衡量呢一個氧化嘅標準嘅。全球魚油行業協會建議上限係26，但係作為消費者嘅我哋買到呢個產品嘅時候，根本上邊唔知道佢嘅數值係幾多啊？除非品牌方會主動提供呢一個第三方嘅檢測報告啦。所以我哋喺冇檢測報告嘅情況下邊，我哋用2種嘅方法去判斷佢嘅氧化程度嘅。第一個就係包裝，第二個就係氣味啦。當我哋見到一個透明樽裝嘅魚油嘅話，我係唔建議大家去買㗎。仲記唔記得我之前講過，佢係怕光嘅喎，同埋生產日期到保質日期呢個跨度嘅時間，我哋都要注意㗎。一支魚油如果個保質期設定喺好長嘅話咧，係講明咗呢個品牌對氧化嘅風險態度係十分隨意。第二個方法咧，我哋開封之後聞一聞佢嘅氣味喎。新鮮嘅魚油咧係應該有陣淡淡嘅魚腥味，呢個係正常嘅嚇。但係如果你開咗之後嘅話，係一陣好強烈嘅腥臭味，講明咗呢樽可能已經氧化啦，大家唔好繼續使用啦。最後一個方法咧就係獨立檢測啦。海洋裏邊嘅污染物包括汞啊、砷啊、鉛啊、PCBs 啊、二惡英啊，都可能係通過魚油帶到去我哋嘅貓貓狗狗嘅身體裏邊喎。長期累積嘅話，會影響佢哋嘅健康。所以咧，有啲品牌佢哋會推出一個檢測報告，證明佢哋嘅魚油係安全健康嘅。但係有一啲產品咧，佢哋只會推出自己嘅檢測報告啊，公信力自然有限啦。目前行業裏邊認可度最高嘅3個機構 IFOS、NSF 同埋呢個 USP。其中 IFOS 咧，佢有個最好之處就係佢提供咗品牌嘅線上數據庫啊，你自己可以上去個官網裏邊去搜查下你買到嘅品牌，去做一個核實嘅標準。呢度有一點要注意嘅，淨係有認證嘅 logo 係唔夠㗎，你要確定下證書上邊嘅批次號同埋你手頭上嗰樽嘅批次號係唔係一致。檢測報告內容係要完整嘅，
要包含咗重金屬啦、氧化指標啦，同埋 DHA 同埋 EPA 嘅含量。總結下我哋今日嘅內容，我哋將5個方法濃縮咗一個順序。第一個，揾出 EPA 同埋 DHA 各自嘅獨立嘅毫克嘅數字。嗱，唔好淨係睇 Omega 3嘅總量啊！如果揾唔到獨立數字嘅話，直接跳過，唔使買。第二個就係揾出佢哋嘅形態嘅標注 ，TG、RTG、EE。嗱，如果揾唔到任何嘅標注嘅話，通常都會係 EE 嘅。第三個，揾出魚類嘅名稱同埋捕撈嘅海域，兩者都要有啊，缺一不可。第四個，睇包裝要深色瓶，開封後要聞下氣味喎，同埋生產期到保質期呢個跨度要合理。如果開咗之後聞到有強烈嘅臭腥味嘅話，千祈唔好使用啊。第五個，揾出第三方嘅檢測報告，認準 IFOS 啦、NSF 啦，同埋呢個 USP。嗱，IFOS 咧係可以上官網自己去查㗎，同埋記住批號。記得要同你手上邊嗰支係要一致喎。個內容咧就係咁多啦。鍾意我嘅頻道，記得點讚、訂閱、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仔。記住我係用最科學、最簡單、最實用嘅方法教你養寵嘅 Alex 寵物營養師。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